那先赶紧来关心高雄民生病院爆出天狗节的群组感染，有5个公路站的患者确诊，目前感染源也不明。卫生局已经扩大扩列的对象，包括陪病家属、看护、社区甲工课场，拢总超过1000人。民生病院爆出天狗节院内群组感染。刚住伫6楼3间无同款病房的5个患者，确诊为着天狗节第2型病毒。13早起，防疫人员将对病院周边甲地下室进行化学防治甲喷药啊。蚊子飞来飞去的，你哪知道？哪一只有，哪一只没有？是只能做准备这样。民生医院是那个登革热就医的场所嘛，所以我们的风险也很大。民生病院是高雄市指定传染病性病病院，负有受伫天狗节技术甲确诊个限责任。爆出院内感染，也是非2018年以来，台中一间病院了后，佫出现病院群组。目前感染源无清楚，疾管署指派副署长林明成落南协助，要求将化院内收治个限封存隔离流程。卫生局也扩大扩列对象甲风险点。包含5、6楼陪病的家属、看护、甲周边社区，也有工作地点。主个案发生的这个400公尺之内的所有的场域，匡列的风险对象总共有1000多位了哈。那到目前为止，采检还有检验都在进行当中，并没有发现进一步的确诊个案。台北市公共卫生署工会呼吁医疗院所应该将环境风险甲感染管控提悬到同一个决策的层级，不是用单一个案来看待。要重整感染管制跟总务跟医工体系的之间的资讯，让他们可以做一个平衡，然后让它可以资料串在一起，然后避免这一些资讯分散。根据疾管署的统计，目前天狗节本土病例有6例，拢伫高雄市，另外68例境外移入的病例，也提醒都市维护规则一定要落实相关风土绑架甲防疫。记者综合报道。